姊妹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2025年9月23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2篇，箴言17章第1節到第5節，哥林多前書第9章19節到23節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題是和睦服侍。三角教會第2間的禮拜堂是叫月土地家己起的禮拜堂，伫1900年1月16號來完成。當這時呢，相信要去找一個基督徒的土水師傅，其實真困難吼。教會聘請的人為着教會起厝做禮拜來用，起厝的師傅知影了後，可能心內足袂爽快吼。所以伊就伫迄個禮拜堂落成了後，伫迄個牛頂懸刻某一個人的蒙牌。迄個目的當然就是為着要來救助住佇內面的人。當然啦，佇迄個寬容的上帝的保守的下面，照佇教會歷史的記載，住佇內底的牧師啦、傳道者啊，攏無代志。牧師常常用這個故事、這個事件來提醒教會的兄弟，同工就愛學習上帝所予咱的提醒，來和睦相處。這個特別是佇建堂的過程的中間，和睦的同工的關係非常重要。當然，我這是用中文華語和睦用諧音啦吼。不但咱佇建堂的中間和睦的關係，佇普通時同工的關係更較是重要，愛追求和睦。所羅門王的智慧之言，箴言17章第1節到第5節，安尼講：有一塊餅通食，大家和睦，較贏過青草滿的有三錢。熬辦代志的僕人會管轄下體面的囝，閣會當甲上帝的主人的囝平平分着家伙。煉銀用鼎，煉金用爐，毋懼上主鍛鍊人的心。做歹的人注意聽奸詐的話，講白賊的人愛聽邪惡的言語。恥笑善賊人是侮辱創造因的主。愛人拄着災厄一定會受到刑罰。這個教導就親像過去學校老師在教導講吼，君子之交吼，淡如水啦吼，無需要激情，也無需要傷濟的遺產，無需要傷青草，重點在於彼此的感情和睦的關係。若無，年輕人就可能為着小小的財產利益來反目。當然，咱知影看到的吼，通常是迄個摕比較較濟吼。這是問題的來源啦吼，因為這些人攏太過看重利益，無重視親情甲感情。保羅佇寫予哥林多教會的批信，提到着律法甲福音。咱知影福音是叫人得到自由，咱律法是叫人知影罪，甚至甲人束縛。另外一方面的思考就是講，當一個人無會當去互無這個互利益來財產來困擾的時陣，伊就自由啊。伊的靈性就得到自由，無被拘束。哥林多前書第9章19節到23節，保羅的話安尼講：我是自由的人，無受着人的束縛。毋過呢，為着要得到更較濟的人來信主，我誠做眾人的僕人。對猶太人，我就誠做猶太人，是要為着要得到猶太人。雖然我無受摩西律法的拘束，佇要做律法下面的人，為着要得到律法下骹的人，對律法外的人，我就誠做律法外的人。是為着要得到律法外的人，安尼毋是講我無遵守上帝律法，其實我是受基督律法約束的人。
对信心软弱的人，我就诚做软弱，是为着要来得到软弱的人。对倒一款人，我就对这款人用各款的方法，通加救一寡人。我做这个拢是为着福音，目的是要甲人分享福音。望咱的教会里服侍的中间同工，拢会同心合一，有和睦关系的一种同工。诗篇12篇，上主啊，求你拯救虔诚的人无去啦，世间忠信的人灭绝啦。人人对厝边讲白贼，因讲浮沉的话，嘴讲一款，心想一款。求上主对荒漠浮沉的嘴唇挂断讲大话的指，因讲阮要靠喙齿较硬，嘴唇是阮的，啥人会当甲阮控制？上主讲，为着困苦的人来冤屈，为着散车的人吐气，我要起来，甲因安置伫因切心无安全的所在。上主的话顺传。亲像银伫土造的火炉炼7遍，无路用的人，互世间人看重，害人逐所在威风丧势。上主啊，求你保护阮，庇佑阮，永远脱离这世代的人。恳求主爱主帮助阮，愿意谦卑来阮家己来追求和睦的同工关系。无论是伫平时的同工，还是伫建堂过程中间彼此同工的关系，拢用和睦同心做阮追求首要的目标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